大家好，我叫 Venus。你嘅人脈點樣變成現金流？8AB 幫你將潛力項目同優質客戶連接起嚟，佣金高達6位數，冇前期資金，冇業績門檻，立即了解下啦。有冇諗過點樣用最少成本或者時間持續創造第二個收入來源啊？你曾經介紹過幾多生意俾人啊？你介紹完生意之後有實質回報嗎？介紹完生意開口問人哋介紹費，覺得尷尬。8AB 係一個幫你將人脈財富變現嘅中介平台，專門搜羅香港潛力項目，匯聚優質銷售人才。平台促成雙方直接對接合作，商家可為項目開咗全新銷售渠道。咁而職業經理人呢，可以將項目呢係引薦到潛力嘅人脈客戶啦，賺取高達6位數佣金，冇上限，但視乎你嘅推介力同人脈資源。特點唔係正職，冇業績指標，無需前期資金，冇代理合同，可自由選擇感興趣嘅商業板塊。彈性好，平台提供源頭項目、線上客戶管理培訓、出單系統、會計與課程等一站式支援。8AB 坐擁大量源頭項目，由中小企供應商至跨境企業等，均以8AB 為指定合作方，涵蓋8大商業板塊、企業服務、資訊科技、高端項目、醫療保健、生活品味、人工智能教育培訓、文化藝術。適合對象經商生意、保險金融，以銷售為主嘅專業人士，能夠接觸到有經濟實力嘅人脈。當其他人喺度飲咖啡吹水，你已經用緊8AB 將通訊錄變成 ATM， 立即啟動人脈印鈔機，揾我了解下啦。